黄节担目做山路到医生内底超上卖穿短裤，造型真清凉。同时，伊阁有跳保庇的舞，伊讲的话引爆现场观众的热情。有人想听到我跟韩国瑜对战吗？所以我现在都要拜托大家，想看我翻白眼吗？想。这款的造型引起热烈的讨论，有人认同，有人无认同。黄捷本人表示讲，想要用这个方式，和更较侪民众关心背后的交通议题。像我的穿着打扮，也没有伤害别人，也没有消费别人。同选区的对手嘛无同的看法。那其实我觉得黄捷他扮演错角色了，他扮演的应该是那个欺骗山道猴子的那个粉红妹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民进党一样在骗台湾的年轻人，骗台湾的人民，掏空国库一样。我希望民进党候选人，他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快升起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莫忘初衷啊。离投票日愈来愈近，候选人拢会把握机会争取认同，提出议题的方式，嘛引起选民的关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